先来关心的是，即马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，嘉义县对昨半暝开始落雨，一寡所在呢是7点钟内就落超过300毫米。嘉义县朴子、太保、民雄甲六卡等等拢传出淹水的灾情，有道路呢已经淹甲看袂到啊，所以嘉义县府今仔日透早是赶紧宣布停班停课。 六卡乡的乡长叶手组织车辆，驶过来淹水的所在。透早伫嘉义县六卡乡的一寡庄头，因为落雨造成淹水，已经互原本的路拢看无，上深的所在已经淹到脚头有。因为我们六角大排是固堤，伊固堤吼，即马雨落甲已经拢溢提出来，就是满出来。但是六角大排贯穿阮六卡乡有13个庄头，所以地书吼，真侪庄头拢有淹水这个问题。那有关于一些淹水的村庄啊，我们会再跟水利单位跟中央，那好好来讨论。 那有没有办法用人力的方式，那能够再强化它的这个抗水的韧性，那能够让大家早日这个摆脱淹水之苦。除了六卡乡以外，嘉义县的朴子、太保、新港、鹿草、真侪乡镇市拢有淹水的状况。嘉义县政府是临时伫早时7点45分宣布停止上班上课，有真侪民众是已经出门要去上班。快要到公司了，然后才说宣布那个停班停课啊。 对，但是就说还是先进来看一下，然后再离开这样。可是雨下很大，水也蛮高的。是大概就8点还是7点50几分才知道啊，他都已经去到公司了，他去到云林的公司了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还是必须得回来啊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超过300毫米的雨量，维护排水的状况，造成一寡道路有淹水的问题，已经实施预防性的封路，会看刷落来落雨甲退水的状况来随时调整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